苗族这个民族在中华民族的这个多民族中间呢，它是一个迁徙最多的一个民族。其实它比较早的生活地区本来是在江淮，当时他的首领主要是蚩尤，蚩尤给皇帝的大战，蚩尤失败了。蚩尤失败以后呢，就导致很多部族，包括后来的苗族，就向南迁。这一次南迁呢是苗族的第一次南迁，迁到长江的中游地区去了。第二次比较大的迁徙啊，是在那个尧舜禹的时代，继续南迁到今天的这个洞庭湖啊、彭蠡湖啊，到这一带去。第三次呢，应当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了。其中苗族也是楚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族。楚国在春秋时期它是五霸之一，战国时期它是七雄之一。但是随着秦的崛起，最终秦灭掉了楚，这个楚的部族就四散了，苗族就进一步向当时的江西啊、四川啊这个山区迁徙。第四次迁徙呢，是在汉代，苗族这时候就往现在的四川、这个云南、贵州往这一带迁。第五次就是明清时期了，苗族呢主要是迁到东南亚的国家，所以这样一个迁徙过程